想念的那个人是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。 就算经过年外，心肝头嘛是真悲痛。2002年4月7日，因为规时间吊车出了去铁记录，后施工八处踏入过河，出入去铁记录，49个人死去，213个人轻重伤。经过年外审判，花莲地方法院做1审的判决，处嫌李义祥妨指控8项罪名，以前7个罪无新增什么选，伊讲法文好，妨指控3罪拢无新增。尾后法院判决的结果，好也无罪，李义祥罚7年10个月。 2个人当时离开事发现场，拢被判无罪。就是李义祥的部分，他的那个造逃部分，法官是判无罪的。他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只是站在那里。他也很清楚的知道，其实下面就是铁轨，会有火车经过。那其实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就是会觉得说，那因为他过失致死，法官也是判无罪。一条人命4个多月，我相信不止我们不能接受啊，应该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。 20多位罹难者家属和委任律师一早就来听审，对这个结果拢真无满意。李义祥穿规水乌衫，亲身来到现场听，结束了后紧离开，无什么加讲。他就个案别的相关人士代替工程师潘东义判上当，共判8年10个月，甘蔗主任李正福是7年2个月，别人共判10个月到4年外。也毋过这边伫咧宣判，另外一边代替伫咧举办便当节记者会，毛家属真不满。 我们真的很难以理解啦，我们难以理解台铁，你到底要把自己搞成什么便当店吗？没办法，原谅台铁和交通部那我都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情。针对判决，台铁表示尊重。花莲地检署针对李义祥伫咧事发当时无留在现场看，和阿好过失致死无罪部分，会阁继续上诉，希望当还有家属一个公道。